我来念歌咯。昔时贤文花女谆谆，故事拄啊讲到廖添丁红龟来到德山地。这个土地过去上侪人讲的话，你要会记得偌济。车行到伊就暗暝伊就丢，哎哟崩空啦！礼拜日温强你来去搞啊过年啊！哪有？好牛逼，好牛逼，我不来去。麻婆汤啊，米糕、凉面、臭豆腐、大肠面线、八宝酥、心汤、鸡肉饭、萝卜饭、面。泡一杯咖啡，兄一锅茶，医疗也来坐。讲戏出烧交杯，甲历史约会，找找故乡的爸母话。暖暖站门客，咱的故事探万地。文化部影视以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查门客电台制作，公司主持。饭面烧鸡肚看连汤，牛肉面、肉粽、肉丸真好食。演讲正式的，就是你讲这个讲真话甲讲假话的这个比较就对了哈。主角是选牧师啦哈，因为牧师咱拢相信讲伊是讲真话的人，所以用牧师来做这个角色是对比较重啦。这篇小说是咧讲足平常的一种的道理就对啦。讲吼，要要求别人较简单啦，要要求家己是足困难的啦。经常讲，上帝听世间人，听是为上帝遐来。当咱伫听当中行好，其实是学习上帝的样式。哥林多前书讲，仁爱是够宽容、慈悲，无怨妒，无夸口。咱伫学习听笑的过程当中，嘛是在学习上帝的样式。虽然听笑人行好是足困难的，时常会着答，特别是伫一寡特别歹斗阵的人身上。总是同时，咱嘛学习体会到上帝的心情。民族的教会其实毋是伊的建筑本身出名，已经100外冬啊。日本人进前就有出名的是迄个新来的陈牧师，人肥肥，喙看看，鼻塞塞，真够讲道理的关系。出名的是迄个新来的陈牧师，人肥肥，喙看看，鼻塞塞，真够讲道理的关系。鼻塞塞，咱知影有一种叫做塞仔鼻，塞仔鼻就是讲迄鼻孔迄搭遐吼较宽，啊顶悬鼻棱较矮，迄个叫做塞仔鼻。啊，华语讲叫做翻鼻子眼儿，展鼻子眼儿，啊眼儿就是鼻孔，啊鼻孔，啊所以讲塞仔鼻就是迄鼻孔遐较大。一句简单的真理。上帝听世间人，这句话包含偌济上帝的困难甲痛苦，因为世间人的诡诈、邪恶，拢伫种种战争甲混乱中表露出来。上帝的听是这呢长、宽、悬、深，也有耶稣为咱牺牲。互咱得到满足的喜乐，幸好，
互咱伫上帝的道路愈来愈像伊。台仔顶讲到做人的道理，是非的架势，迄声话起话落，牵长牵短，袂输咧唱乌皮啦。迄人比骹比手，会花会笑，袂输咧搬大戏。人人感动，哪像伊就是高尚的圣者，道德的天才，徛伫众人面前，头壳顶阳光圆满。无怪大家学落伊天才演讲家。咱台湾的马丁·路斯·金演讲家这篇小说一开始就写着台南的地景，也就是民族路教会内底嘛有讲民族路教会历史真久，已经100外冬。确实伊是伫日本时代就有这间教会。单瑞伫这篇小说呢，透过民族路教会一位陈牧师来形容伊。口才真好，真够演讲，口才真好。因为咱知影牧师拢爱讲道，伫礼拜的时阵呢，拢爱伫台顶来讲道，来讲圣经的道理。所以伫遮伫形容这个牧师咧，伊的这个声哨话起话落，牵长牵短，袂输在唱opera，opera就是日本时代咱讲迄种歌剧安尼迄种，所以伊的声哨声量爱真好搁有咧这个牧师咧。嘛会晓比骹比手会好会笑袂输搬大戏搬大戏嘛是台湾的传统的这种民间的戏剧所以伫遮头前第一段伊就互咱有一个印象，就是这个陈牧师是一个天才的演讲家，口才非常的好爱讲袂输这个马丁·路德·金口才遐好的人迄声话起话落牵长牵短。袂输得唱opera，我感觉陈吕先生真侪日语词opera，咱知影歌是对语言的 opera 开始，迄阵甲叫 opera， 你就落地扫，就是涂骹就咧搬啦，无台啦，无舞台，迄阵拢甲讲号做 opera，opera 其实就是华语的 opera， 有人讲 opera。日语讲做opera，其实伊是算外来语，是一种新剧、歌舞剧、戏剧等等的表演风格。日本人来了，开始禁止歌语搬遐较早什么忠孝节义的迄款的，咱才会使搬新剧。我囡仔是定定去中央戏扣戏买。要结束的时，门拢会对头结束进前10分钟，门拍开，互人入去看戏买甲你成就对啦，看你明仔载会来买票入来看无？迄阵拢看新剧，较少遐传统的歌戏。伫咧描写过程，我感觉真趣味的是，陈瑞生咧写人本定定拢是用足济，可能较无一定其他的作者作家会去用的手法去写啦亲像讲，我感觉伊对即个牧师的演讲的即个描写伊用2个比例嘛一个就是讲牵长牵短袂输得唱 opera 一个是讲比骹比手会好会笑，袂输得搬大戏这是有影界话条的形容啦特别是郑中路悲剧性的事件以后，台仔顶大声喊休。单穿抢劫的人有罪啦！执法是上帝的旨意，一眼背一眼，一手背一手。叫大家替中路祈祷，早早恢复，较紧抓到单穿的人。听阮的上帝，阮即时为着郑中路来祈祷。伊虽然遭遇患难，你甲伊伫咧，你的天使保护伊，围伫伊的身边。你圣灵的大权能来安慰伊，互伊惊吓的心得到平静。阮求你，即时求你医治的大权能甲伊伫咧，互伊会当得到医治好起来，恢复起头主创造伊的样式。主，你的鞭拍伤，互伊得到医治；你的刑罚，互阮得到安慰。感谢俄罗上帝。祈祷
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来求，阿门。阿门。伫这篇演讲家内底吼，伊是咧描写一个牧师真够讲话。咱这个叫做基督福音的一个传播内底，天主教甲基督教有一个真无共款的所在。天主教以这个罗马教会为主的这种的系统伊足清楚，伊拢是伫透过这仪式来重复耶稣救赎的一个方式。迄种救赎就是讲牺牲伊家己的生命，用伊家己的血，用伊家己的身体来替世界的人，是讲世俗的人伫遐来赎罪，是咧讲这款代志。这个叫做基督教，按马丁路德开始的时阵马丁路德伊本身伊嘛是一个原来天主教的神父，尾伊就感觉讲迄个时阵，敢若讲罗马教会开始有迄个用个钱来买救赎，敢若你开偌侪钱，就听讲将你的一寡罪过写掉，等于是这种的物件。这马丁路德伊是德国的神父嘛，伊要足不满的，所以先等于就是先脱离这个天主教会，再创立这个基督教。所以基督教因原来的一个名是叫做释反教，算讲就抓发誓要甲你反出去，释反教 protest， 就是用过迄个安尼就对了所以马丁路德因这种的基督教的时候，有一个甲天主教足大的无共款的特色，迄个特色中足好讲道的，讲道变做是基督教，尤其是台湾的基督教因是足重要的一个组成的迄个核心就对了。你知影讲天主教的神父因每个月的月金拢是主教公司遐发落来，足少的。所以天主教有一个精神叫做新贫的精神，就是讲敢若三车人同款，无钱足少的钱的因来食饭啥物货，定定拢是伫教会公司迄内底，主教公司遐伫遐做伙食饭，大多数家己拢敢若足善车迄种安尼对，用这来鼓励因家己，就是伫遐咧服务就对啦所以伫我的经验内底，就是讲天主教的神父伫咧讲道理的时阵，较无通像基督教的牧师讲道理遐尼精彩，这是我家己的经验。牧师专工来病院看长老，表示同情兼愤慨，因为伊知影地长老伫教会人人尊敬，真有地位，现金嘛真济。伊甲长老讲。单清抢劫的人有多啦，刑罚就是上帝的旨意，一眼赔一眼，一手赔一手。我有叫大家祈祷，求长老早早恢复，较紧抓到贼。长老点点无应，伊问长老：这个恶人强盗，伊的面你认有真无？我认有真。你敢捌？伊是啥人？我毋捌看过伊，毋捌伊。牧师甲安慰：袂要紧，贼面记录清楚，我替你祈祷。警察紧来抓贼，你来做证就是。长老感谢牧师，毋过有一句话藏伫心内，无讲出来。做一个艺术家，做一个作家的时阵，要写的物件。拢是甲伊人生的即种反省上界深的物件有足直接的关系安尼。伊内底无一定咧写是真实的代志，但是迄种背景气氛拢是足有相当的厉害关系安尼就对。这表示讲一个作家伊对家己真老实、真诚恳嘛。真直接做一种的检讨，还是讲做一种的思考，安尼就对。这个少年呢，剃一条火箭头，头毛上暗，
一簇一簇菜直直，亲像火箭伫要发射。一边耳仔挂3、4个耳钩，片空装手指，颔棍控5、6条破链，轻轻锵锵，双脚跪伫桌顶，坐伫伊面前，讲话翻翻颠颠，一个头直直海，若毋是食药头，就是啉酒醉。厝内现金拢互伊啊，也毋走，手拎一支乌枪，赢来赢去，枪讲对对。拄伫中老的面前，哪讲哪比。即支枪，我若安尼甲崩落去，你着安尼死啊！话讲袂煞，枪都崩落去，砰砰两声，无耳目，无回头，爬起来做伊挖入去客厅，家己一个电视转开，桌顶半间 XO 摕来啉，毋知过偌久。半间 XO 啉了，才阁倒转来房间看。中路趴伫涂骹，一堆火。少年的骂讲：“啊，你伫遮也毋死！”中路目睭铁开，剩一喙气，要死，甲伊求：“请你甲我救！”干，够衰！老伙仔也蹦袂死。佮翘骹坐落来，一支刀仔飞出来，甲中路电讲：“我即支刀吼，杀足济人的哦，挂一个就死。干，也是用刀仔较紧啊！”就要佮甲拄，中路佮甲求：“拜托你，请你叫救护车来救我。”少年的气爱笑。你看我是当王的哦，哈！我甲你救，你通叫警察来抓我？你救我的命，我甲你保证，绝对袂报警察，绝对无去造成你。你保证？你得要死啊呢？剩这支喙，保什么证啊？哼！嘻哈笑。手甲摇头拢咧行去，一支刀伫中路面前比。今仔日算你好交运，祝你免死啦！恁爸救你一命，你保证？干！你保证一箍潲啦！喂，阮遮有人着穿得老火，紧派救护车来。正式电话举起来就卡，中路一时头壳乌暗形，毋知人去啊。这个少年剃一粒火箭头，头毛像暗，一撮一撮，菜直直，亲像火箭伫要发射。台北街啊，我捌看到少年的头毛挑角安尼，佫毋知喷什么加水啊，佫会徛起来吼。佫会徛起来，所以讲头毛上暗，这上暗，咱即摆已经差不多无咧用啊。较早的衫拢面洗较济，拢会撩撩，袂停。若上班的人，也是较有地位的人，衫拢爱经过上暗，洗好，就是迄个麻的顶悬的米浆，摕去上衫，才落去熨，迄起来。停佫会插，头毛上暗，足趣味。有上衫无咧上头毛的吼。咱台湾人讲目睭上暗，就是有眼无珠。你是目睭上暗的安尼讲的是。所以你看，头毛也上暗，衫也上暗，目睭也上暗。话讲袂煞，穿就崩落去。这若是咱华语的枪，咱做枪用，因为较早就是恁看歌仔戏就知影，迄个拢举枪，拢会带来舞吼。所以咱枪袂使用这字枪就崩落去，砰砰两声，无耳目，真水的无耳目，迄无耳目真水，真勇，表示讲这人真勇，
对即款代志无敌意，要死就死嘛，死就煞。所以即个无礼貌吼，我感觉足会当表现迄台湾人迄个勇敢的精神。针对即个少年人吼，伊头先无讲是虾米人，落尾才知影讲是虾米人吼就是讲伊这少年人的迄个描写吼嘛，我嘛是较毋捌看过其他作家安尼写啦吼，就是讲剃一粒火箭头啦，剃一粒火箭头，头毛上暗，一撮一撮起菜直直啦吼，亲像火箭在要发射啦吼。一边耳挂3、4个耳钩，鼻孔是正手指吼，颔棍是空5、6条破，连轻轻锵锵吼。这真正是吼，就是那进前我要提起的。陈瑞生的小说其实真侪拢介适合拍做戏剧吼，毋若是广播剧吼。中老精神来，人倒伫病院，毋知经过偌久啊。因某伫眠床边，看伊目睭铁金。轻声甲叫，你精神啊？我伫倒位？伫病院，医生讲无要紧啊啦。就是已经手术啊，2粒庆子拢呕出来啊。雄雄胸坎疼，才无茫啊的记忆，伫厝内互人帮衬，得要死去。问因某讲，迄个贼，免烦恼，警察当咧找。一时起扫，想要翻身，煞翻袂振动，间身双骹无伫遐，问因某：我的骹咧？皮掀起来看，双骹好好伫遐，太毋听话，袂振动。因某咧目屎。医生讲，青子断着腰骨，伤着神经，才知影神经崩歹去，双骹麻痹袂振动。教会会友听着中老庆伤半身麻痹，一世人坐轮椅，人人疼心。但牧师又搁伫台仔顶大声愤慨：大清抢劫的人有罪啦！执法是上帝的旨意，一眼赔一眼，双脚赔双脚。带大家祈祷，求上帝帮赞，赶紧通抓到贼盗。伫个伊的头前遐拢有写着讲，所谓要报复吼的迄个描写吼，伊是写着一眼赔一眼，一手赔一手吼，当然后壁有改做讲是双脚赔双脚啦吼。伫遮分享是讲，进前台语圣经是有一个讲法吼，是用目睭赔目睭，喙齿赔喙齿的即个写法。即句嘛，互听众朋友来做参考吼。明雄今年23，虽然食药啊、头、手拢会，牙青大人还是第一回。自细大两枪无死，惊甲毋敢出门，但只有甲药醒来。听到牧师甲牧师娘讲，中老互穿绑一个半身麻痹，一世人翘角坐轮椅，心内后悔甲惊吓，偷偷甲因母讲：母啊，中老就是我单穿的。啥？你讲啥？中老是你单穿的？我着酒啉误去，一时糊涂啦。你哪会这侥幸啦？做这种失德的代志，你安尼是互掠去关呢？我知影毋对，母啊，你救我，你一定爱救我。你吼，你实有够害的啦！牧师娘偷偷甲牧师讲，牧师惊一条，但毋对去啊！伊拢伫话讲，单穿的人有罪啦。执法都是上帝的旨意，紧叫因后生来问。中老敢会认得你？伊袂认得我啥人？安尼好，你即马拢掂掂，一声都毋通讲出去，互人知，有听到无？我知影啦。叫伊密蹛厝内，拢毋通出门。过当日做礼拜。台仔顶换一支喙，话讲：
宽容原谅的人有福啊啦！人若甲你扇你正面的喙皮，你就要越倒边的喙皮，搁互伊扇。大声细声，牵长牵短，若唱乌皮啦，比卡比手，会花会笑，若搬大戏。会友听了又搁甘心，感谢牧师替长老祈祷，求上帝原谅弹唱的人。总是到第二段、第三段的时阵，有一个转换，就是教会内底有一个店长老咧，伊就互唱弹着因为有人要来甲抢劫，就甲弹唱所以牧师开始替伊祈祷，讲的话嘛是照圣经诶即个道理来甲讲替伊祈祷，希望即个恶人强盗会当赶紧找着。但是这个剧情诶，慢慢演变到去甲店长了弹唱诶，即个竟然是牧师诶后生所以代志进展到遮诶时阵呢牧师伊诶讲话方式就改变啦因为伊知影迄个是家己诶囡仔，所以伊就开始将祈祷诶话语安慰店长了诶，即个话语的改变希望伊会使原谅人嘛是共款用教会圣经诶即个道理来甲店长了安慰，请伊原谅迄个甲伊弹唱诶人。但为伊本身经过诶成长诶经验，参即个长老教会拢足有密切诶关系不管是伊对即个叫做台语诶写作还是敢若讲思想诶启发等等长老教会相关诶一寡代志伊拢有真深诶理解做一个艺术家，做一个作家诶时阵，要写诶物件，拢是甲伊人生诶一种反省上界深诶物件有足直接诶关系安尼。伊内底无一定咧写是真实诶代志但是迄种背景气氛拢是足有相当诶厉害关系安尼就对。这表示讲一个作家伊对家己真老实、真诚恳嘛真直接做一种诶检讨，还是讲做一种诶思考安尼就对。刷落去，牧师专工过来看长老，甲伊讲：宽容原谅的人有福啊！圣经有讲，人若扇你正边的喙皮，你就换倒边的喙皮，互伊扇。长老想想咧，讲：牧师，我已经原谅伊啊。才甲迄日田仔弹唱抢劫的经过，讲互牧师知。我甲伊讲。你若叫救护车来救我袂报警察，也无要做证。牧师赶紧点头赞成。伊有叫救护车救你，你才无死。伊救你一命。毋过也袂放心，因为伊想讲，长老是生命危险的时，讲遐的话来骗迄个贼，通救家己的命。经过几礼拜，警察问东问西，原在掠无贼，牧师才放心，知影长老讲遐的话，毋是咧骗迄个贼。关系演讲家这篇我联想到廖承贤老师伊古早嘛有一篇这篇小说毋是讲足共啦，毋过就是共款咧写教会人士的故事啦教会人士的故事。当然，承贤老师迄篇是较徛伫敢若讲反省啦但是这篇演讲家呢我想当然无一定敢若针对是教会啦，毋过就是会当互咱看到讲，侪代志拢是检测包含咱家己我本人在来反省，拢加减有即种毛病啦，就是有喙讲别人，无喙看家己就是讲若家己拄着的时阵啦无一定会亲像咱喙咧讲的道理安尼真正照行啦这是嘛会当讲是对人性的反省的一篇小说啦虽然是咧讲教会讲牧师长老
确实啦，我虽然本身是基督徒，但是嘛是真知影教会嘛是有甲其他一般社会共款啦，就是拢会有人性种种的问题啦，所以伊在写的这应该嘛真有可能是实例，真正有发生过。迄日，长老第一回坐轮椅返来教会做礼拜，牧师欢迎伊，伫台仔顶教示做人的道理，大家感动。礼拜煞，长老感谢牧师，学落伊。牧师，你实在是天才演讲家呢，袂输美国的马丁路瑟金呢。牧师伸手来替伊塞轮椅，行去迄串花蕊火红的红红树骹，细声甲伊讲：长老，虽讲有人伤害咱嘛是讲真话，无欺骗伊。长老知影牧师的意思，揪伊的手挽进来，也细声讲：牧师，我虽妄互擦伤害，半身麻痹，一世人坐轮椅，毋过看着死的时，所讲的是真话，迄就是我的约束。牧师喋喋无应，哪送哪行。心内念讲，毋过我伫圣坛顶讲的，毋是真话，出一支嘴尔。到最后的后壁因为这个地长老伊无搁再甲这个凶手计较会当讲就是原谅伊所以牧师最后有一句形容牧师讲的话伊讲牧师恬恬无应，哪杀哪行，心内念。毋过我伫圣坛顶讲诶，毋是真话，出一支嘴尔所以伫遮互咱看到即个牧师伊去面对家己所讲诶话其实毋是真实诶情形。这篇小说互我想到咱台湾白话字诶一个小说家叫做赖仁生。赖仁生会当讲是伫战前甲战后拢写足侪台语白话字小说诶作家。赖仁生伫1955年诶时阵，嘛伫战后诶时阵，有写一篇台语诶白话字小说，叫做《协力奉献》。协力奉献这篇小说呢，甲陈雷写诶即个演讲家真接近嘛是用一种口说诶方式在口说教会内底诶一寡现象，就是讲表面上讲甲真好听，也是讲表面上做甲真尽心尽力，但是心内迄个心其实甲嘴讲出来是无共诶。但是伫赖仁生诶即个协力奉献内底讲诶是牧师诶角度，牧师在看信徒，感觉即个信徒平常时拢参与教会诶事工，也是种吟诗，但是要叫伊奉献诶时阵呢，因着拢但是阮有啥物拍算阮要佚佗阮要买啥物都无爱奉献，所以是伫赖仁生迄篇小说是牧师诶角度伫口说即个现象，就是讲恁平常时拢讲恁是圣歌队诶，会来唱歌，还是恁拢足热心诶，但是要叫恁奉献诶时阵，就全部拢揪起但是足趣味诶是，演讲家即篇小说咧是陈雷毋是牧师所以陈雷是一个一般诶台湾人，伊在写口说牧师诶即个故事所以这两篇其实口说诶对象无共款拄好是倒饼。过来迄个礼拜，牧师伫台仔顶讲道，无像前大声细声，比骹比手，话也讲真短，较无普通的一半。会友听了奇怪，感觉甲以前迄个牧师共款，无啥特别，也袂感动。牧师是因为感冒然后疼，话袂当伤讲。牧师即礼拜可能较无用，无时间准备啦。总是无人确实知影迄个真正的缘故，至少有人失望，感觉无彩。希望后礼拜陈牧师台仔顶才阁讲真好听的话，互大家感心激动。这个牧师就是为着伊私人的理由，讲假话、讲真话，安尼变来变去就对啦，我想伫即
小说内底有一句话，就是可能就是规个重点，就是讲吼，迄个长老受害者吼，伊尾后讲一句话，就是讲看到死的时阵讲真话，就是讲伊家己啦。伊看到死的时阵，甲伊伤害迄个少年人讲，我绝对袂讲出去。你若放我活吼，所以伊即句是真话吼。伊讲我看到死的时阵，我讲的是真话吼。但是牧师伫圣坛顶悬咧讲的话，伫神的面前，敢是讲真话？伊就是咧考试即个牧师就对了吼。我看到死的时阵，伫死的面前，我讲真话吼。你伫圣坛伫神的面前，你讲的敢是真话？这就是规篇演讲家即个问题就对啦。伫演讲家这篇小说内底嘛，互咱去思考一个，就是讲信仰的真实，就是讲信仰甲咱实际上伫生活当中的实践，这两种，也就是讲若是咱离开教会，来看一般社会，就是讲咱的理念、咱的价值观，甲咱实际上的行动的落差是安怎？这嘛是真值得咱来思考。咱有的时阵对某一个代志有一个信仰，也是一个价值观，一种理念，也是讲迄个是咱的头路。但是伫咱的生活的实践当中，咱敢有安尼来做，也是咱嘛亲像即个牧师安尼，有的时阵咱讲的，甲咱实际上做的，有可能无拄共款。咱敢是每一个人有时阵嘛有小可亲像即个牧师，无一定是讲真话，这敢是现代社会嘛有即种的现象，这可能嘛是作者希望咱去思考，也是要透过民族路教会牧师有可能是虚构的即个故事，要来表达一种现代社会真实甲即个虚假之间的界线。真值得现代社会人嘛来思考这个问题。暖暖十门溪，咱来故事看万地。咱的台语文学广播剧是根据陈瑞先生的第一篇小说来编作。小说的原作读起来是什么款的滋味呢？节目说入去，咱来邀请老台语随时的台语声陈瑞台语文学读册会读册班来分享因读小说原作的感想。我是吴桂兰，这篇小说简单讲，就是咧考试宗教家讲一套做一套。做的和讲的无共，毋若安尼，搁较酷刑的是暗藏家己的后生、食毒、偷摕物、杀人等等遮的罪，煽动控制会友的思考能力。马太福音23章25到28，假好的经学教师甲法利赛人，恁惨啊！因为恁将杯甲盘的外面洗清气，内面却缀满贪欲甲放笑。恁哪像擦白白的毛，外面好看，内面却缀满死人的骨头甲逐项的污秽。恁嘛亲像安尼，外面互人看做义人，内面却充满假好甲不法。陈瑞先生一篇演讲家批判真大胆直接而露骨，看到真激心。我诚做一个基督徒，特别爱看这类的批判，因为无批判就袂进步，无进步就交歪错去，交走精去，紧休烂去。无采17世纪马丁路德捌宗教改革。马丁路德主张人人有一本圣经，有独立思考的能力，毋是神父也是牧师讲的拢是对的。毋过信徒百款，无思考能力的嘛真济。所摆的宗教领袖是扮演教育功能、引带人行伫义路的重要人物。既然是宗教，道德感就比非信徒甚至信徒还阁较悬。
放欠是领受者的敬献举止，小可无张持，就正做袂歇，食甲够。总是罗马书3章17安尼讲，拢无义人，连一个都无。所以牧师嘛是罪人，伫世间有法律审判，伫天国的审判恐惊还佫较重。对有权有影响力的人，要监督的道德感，要比一般的人佫较严格，因为因的言行举止拢会影响社会的价值观。是远远的故乡，30年陪鸟在流浪，故乡啊，我的故乡，闻着是香香的花味，风吹是静静的故乡，一两丛莲雾在开花，故乡啊，我的故乡，踏着是青青的土地，希望是永远的故乡。每一遍心内在叫你，故乡，我永远的故乡。